闻到什么味是？原来一阵清芳的梅花，真是花花良宵。当然，小王，你向你要求一件代志，你请答应难答应？小爷，是什么要求咧？你先甲我讲，看你肯答应也唔答应，我迄阵才甲你讲。伊深情的妙妙唔答应呢？小王爷，你跟我想讲你是什么要求，我才当决定讲要答应，也是唔答应。有花无我，应高粱的有我无死啊，他的痴情嘞。救我！将思念不由阮暗暗开的在心啊！小王爷，连君初到，一个新环境。你是多边啊！要有心嘞，为情心机啊，多情啊心嘞。该一个金丝。这是无要紧，你走袂紧啊，做个安那面嘞。小王实在真糊涂，你最近搬伤低，人是较疲劳，煞袂记要叫你吟诗，令你这吟诗无要紧啊。来，
小王就用酒甲你下不是啊？啊，实在有影好赌就是好赌，对人讲你真个正野生哦，要搁叫你啉烧酒，唉，就算小王唔对，罚酒2杯。小王，小王爷，这酒拢冷去啊，我来去叫药丁，搁再用新的来。唔免，这杯酒是你亲手添的，我哪用个无啉的道理呢？小王爷，人讲酒冷会伤心，小王爷也是多多保重身体要紧啊。多谢连君你的关怀，我卖啉就是咯。连君，记真咯，你也爱休困，小王告退。今夜的表现，我就把伊当作是心胸磊落的正人君子心。毋是，我不应该去互伊骗去，我不应该软心。感谢我万岁，万岁！公公。实在是真拄好，如意无伫咧府中，听后边若倒转来，我会令伊进宫谢恩。既然若如此，查家只好回家复命了。送公公。不敢当。上实在对如意太宠爱了。拍开我看卖。我想起来，当初你生下皇子的时阵，皇上特别送你一支玉如意，所以你才会将你所生的皇子号名叫做如意对。看你这么啊伤心的模样，莫非？你是看到这支玉如意，引起你心肝内的创伤心？太恶气！好，皇上御书玉如意，分明是思念亲切你，心上任为你是不负的微妙当自知。
做娘儿，有该伤心泪淋漓。我想起当年的情景啊，暗恋心伤是伤情。明风把美只见着，好情的心关关心去。明风保守秘密爱无形，伤心是罪恶，是业真情。如伊若是疑心起，也无怪我心胸啊，去杀机。是，满人小子，互相思念亲离的心情，是一天比一天搁较严重。我看做万年的春天，一定会立都伊为太子。万事如意，只欠独好。只要如会当带伊明论，那安尼大事就定局了，我再也唔免操心咯。小剑舒服无？剑在你的手中，你还阁唔相信啊？你应该知影，皇上赐你这口剑的意义。知影。也毋过，天大的代志若要甲当年军相比，总是会变成微不足道啊。因为我假使大福晋若是无同意你带当年军的，这件代志，这是我的事，什么人都无法度通关心。我是关心你。啊，多谢你哦。这个代志无法度通帮忙的。明伦，你是一个好胜心不强的女子，皇上赐我迄口撇霜剑，当初我看你的心肝内就伫咧无欢喜。啊，当今嘛剑道送互你咯，应该连你心肝内爱满足。请你以后有啥物代志，唔免过问。伊以为我真正稀罕你这口剑，我对伊的亲情，伊根本就无放心啦。你唔通将代志看甲遐尼容易，我袂互你甲当年军倾心如意，做伙一世。什么？
去向皇后诉冤告状。是啊，当年君已经带入去灵媒阁。他年还未甲陆亲王成婚的时阵，你赶紧去向皇后诉冤告状，还阁会赴阻止进门的婚事。每月15，皇后拢会去万寿寺进香，你用个稳装伫迄个西郊的树园内。等皇后放假若是到的时阵，你才大声喊冤枉。阿姐，祖，你是皇后的外甥女，你为什么唔去向伊表明这件代志呢？文子，我了比这来走命，老记恨在心胸，将脸将伊来撇山，山轻甲我，山轻甲我。你是中安的名士，又是连君离婚妇，空过路是情义，为你为我，为你为我两相依。当年君，你贪慕荣华富贵，辜负了你，你应该阻止伊嫁予陆亲王，唔通互伊倾心如意才对啊！我应该爱走，也毋过我会点点仔注意你的消息。外皇夫啊，你真是有影要听这个名论君主的话，去找太后告状哦。谢思连君，伊若是逼迫隐婚，我一定去阻止这件婚事。如果伊若是心甘情愿，要甲陆亲王去完婚，那安尼我会成全的。瑶瑶，你哪知影当年君的心意咧？我要来去灵媒告记。什么？本皇婆要去灵门国去找当年君，伊去找当年君的目的是什么？听伊讲，若是当年君逼迫甲陆亲王要完婚时，文皇婆一定要向着皇后诉冤告状。那如果若是当年君是心甘情愿要嫁陆亲王时，文皇婆一定要成全伊，吼。安尼才是一了百了的好办法，啥款轻招懦夫的办法去做。这是陆亲王吩咐落来，是你若是唔照安尼做者，文皇婆也免想讲要活甲永暗。伊拢唔肯讲呢。小姐，一定是
是阮公主来啊！请来入来。是。等过咧，一切就看你。我搁再定好一遍，文洪坡的性命掌握伫你的手中。爱你，我随时伫咧监视你。公主，请。